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中秋节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身体健康平安。咱今仔日要来读《申命记》29章第1节。这个是耶和华伫摩押地命令摩西甲以色列人立约的话，是伊伫何烈甲因所立的约以外的。摩西调以色列众人来，甲因讲：耶和华伫埃及地，伫恁的目睭前，对法老甲伊的众人神，以及伊全地所行一切的事，恁拢有看见，就是伊亲目看见的大试验甲人神甲遐个大奇事。总是到今仔日，耶和华也无互恁会晓悟的心，会看见的目睭，会听见的耳孔。第5节，我带恁伫旷野40年，恁身躯的衫无破，脚呢的鞋也无破，恁无食饼，也无啉清酒厚酒。这是要互恁知，我就是耶和华恁的上帝。恁到这所在，希西本王、西王、巴珊王恶出来甲咱交战，咱就攻击因，抢因的地，互流便的支派、迦得的支派甲玛拿西半支派罪孽，所以恁着接受来行这个约的话，通互恁伫一切所行的事行通。第10节，今仔日恁众人，恁的首领，恁的支派，恁的长老，恁的官长，以色列的查甫丁，恁的囝儿，恁的某甲你迎来的出外人，对恁的破柴的，到恁的唱水的，拢徛伫耶和华恁的上帝的面前，互你入伫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约，也入伫耶和华你上帝今仔日甲你所咒詛的，互伊照伊所捌对你讲的，搁照伊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咒詛的，今仔日设立伊做伊的百姓，伊做你的上帝。我毋若甲恁立这个约，甲这个咒詛。15节，也是甲遐个今仔日甲咱同徛伫耶和华咱上帝的面前的，以及今仔日要甲咱同抵敌的人入的，因为咱有怎样踮伫埃及地，也咱有怎样经过恁所对遐过的列国，这是恁所知的。恁也看见恁中间通厌恶的物，甲因遐个柴、石、金、银的偶像，行了恁中间查甫人，也是查某人，或是家族，或是支派，因的心今仔日背谬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去服侍遐个国的上帝，搁行了
恁中间有歹根生出毒草甲阴尘。伊听见即个咒诅的话，心内犹原家己安慰，讲：我虽然惊代志，心硬将打的淡的拢毁灭，我还阁会平安。20节，耶和华无要赦免伊，耶和华会生气甲妒气，要烧迄人，将即本册所记一切的咒诅，拢要交伫伊的身躯。耶和华阁要对天下差别伊的名。耶和华也要照即个律法的册所记载的约一切的咒诅，对以色列正支派的中间分别伊，互伊拄着灾厄。就后代恁后辈的子孙甲远远来外国人，看见迄所在的灾厄，以及耶和华所互因拄着的病症，佮看见遍地有流黄、有盐、有火烧，无种作，无出产，连草也无发生，伫遐亲像索多玛、蛾摩拉、暗玛、西偏的毁坏，就是耶和华大生气的时所毁坏的一样。遐个列国因拢要讲：耶和华啥事对即个地安尼行啊？即个生气遐猛烈的什么意思啊？25节，人要讲，是因为因弃杀耶和华因列祖的上帝的约，是伊带因出埃及地的时所立的。因试探别个上帝，服侍伊，是因平素所毋捌的上帝。耶和华袂捌分派互因的，所以耶和华发大生气，伫即个地将即个册所记载一切的咒诅，拢降落伫伊。耶和华伫生气中大生气，痛恨背因出伊的地，迄因伫外邦，亲像今仔日一样。秘密的事属伫耶和华咱上帝的，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伫咱甲咱的子孙，要互咱行即个律法一切的话。以上，咱三甲暗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互阮有份做你的囝儿，得到你的祝福。今仔日是中秋节，有侪人当甲厝内的人组织做伙，有人会烘肉，有食饼，有唱歌，欣赏月亮，真快乐。求主赐愿每一个人平安，身体健康，真平安欢喜过中秋。感谢主听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